國際上要緊，先來看這羅西亞甲烏克蘭的戰事。羅西亞總統普丁是建議5月初8、初9這二戰的勝利日愛停火，到即馬說也是照常來發動空襲，造成烏克蘭將近20個人死亡。而且閣經過烏克蘭若敢來破壞勝利日的慶祝活動，都要發動大規模的飛彈攻擊。高高的烏煙衝上天，急救甲消防人員是趕去到現場，要來拍火救人。羅西亞初5下晡，閣再對烏克蘭南部的扎波羅熱發射4粒導引炸彈，致使當地主體區甲汽車工廠着火，至少造成12個人死亡，39個人受傷。Ми прибули одні з перших на місце, надавали допомогу людям з критичними кровотечами. Поранених у мене було десь 4-5. 當救援人員在清理空襲現場的時陣，羅西亞是閣再派出攻擊無人機來干擾救援。同一天的下晡，羅西亞也對東部的克拉馬托馬斯克，也閣有北部的切爾尼戈夫分別發動空襲，至少造成7個人死亡，13個人受傷。佇咧巴林訪問的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就批評羅西亞是犯下恐怖攻擊，因為羅西亞是指控烏克蘭初5轟炸因境內的楚瓦什共和國，至少有2個人死亡，32個人受傷。另外一邊，烏克蘭初5是公布畫面，證實佇咧5月初有發射巡弋飛彈，攻擊到佇咧1500公里以外的羅西亞軍工廠，這也代表烏克蘭的國產武器已經有打擊到羅西亞後援設施的能力。羅西亞初9要展開紀念二戰勝利日的活動，羅西亞總統普丁提議初8甲初9要停火，因為烏克蘭也宣布對初6開始就會停火。不過佇這進程，雙方的火力是攏無咧相讓，羅西亞民眾對停火這件代誌有無同款的看法。Я говорю,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ебе никто сейчас не чувствовать не может. Перемирие, но я думаю, все это зря. Нужно не перемирие, а мир. Ну, когда мы его дождемся, трудно сказать. 甲以往大慶祝比起來，羅西亞今年是下令縮小規模，無要展示軍事裝備，就是煩惱烏克蘭可能會把這些裝備當作是攻擊的目標。莫斯科閣對初5開始就切斷市內網絡，普丁警告，若是烏克蘭想要破壞因的慶祝活動，就會對基輔來發動大規模的飛彈報復。公視新聞金元慶編譯。